文字般若吼，来观照般若吼。有迄实相般若吼，这根本经内底当中工作出去吼。这点就来了解吼。这三般若，这三般若里佛教界里头，他讲实地，实地，他讲空地，这里讲中道第一地。这里佛教界里在讲三地道学，都这样讲。像这个熟地，熟，俗，俗，什么俗的现象嘛？现象嘛是该说这个俗嘛。但你也要注意哦，不要出地哦。这个地呢，这个真实无虚哦，真实无虚哦。这个地呢，这个中真实无虚哦，相。好，文殊般若文殊般若前呢，竟然敢是讲发这叫做呢，叫做圣人的智慧嘛，圣人智慧嘛，圣人地位嘛。因为这个文字后壁它叫做发这落，伊就唔是啊。因为文字你像报纸、杂志，咱的一寡遐小说，迄种叫做文字，迄叫做文字小说。但是叫做发这落，你袂使把讲叫文字，伊个爱解说叫做经典。迄个经典就是讲，因为迄个是串联的意思，叫做刻经，刻就是讲刻上会当刻进诸佛菩萨。下会当克己众生，迄叫做克经，迄叫小多罗克经，所以经典内底当中叫小多罗克经。但是因为这个文字发展就是圣人的智慧，伊会当贯穿一切，无论是过去圣人，后壁的众生，拢一定要贯穿起来。因为离开着这个物件，现是袂使解释这个经典。迄袂使解释经典，袂当互众生生定位，拢袂使解释这个经典。所以经典内底当中，现在变了，你一个字就袂使解释。因来讲，你甲解就结束。因来讲，你字你家想，无人解结束。这个佛教上啦佛教上，你是金刚经，伫当时教明太子梁武帝的囝，教明太子大概这32分啊，含进目前啊，含进我佛教上迄部法书，伊拢唔用32分，用原文啊。正是因为咱分32分，咱咧学都无错学对不对？咱看本一头看册的，咱知足清楚。第一分是物件，第二种物件，第三种物件，爱有清楚。但是佛教上以外，伊迄部法书无爱用32分，因为你既然甲解读，毋是佛当时的原版，伊就无爱。但是了后当中就是咧讲这道理，咱今日文字就是叫做文字发展，文字发展就是哪？文字发展就是讲圣人的智慧咧，甲你指引，咧指引，咧指引你一条路，指引你一条路。因为指引这条路，因为你这个文字发展内底当中，就参照咱过去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的意思。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的意思。这叫看山，见山是山。见水是水。这两个讲起叫做表象。但是表象内底它有真相我们知道我们的你佛教上的对不对？它有真相在里面我想来讲一句话，感谢。这感谢内底当中，伊是咧甲差异不给，就是因为甘蔗汁的内底有甘蔗皮，甘蔗皮内底有甘蔗汁。你若甘蔗汁甲摇出来，迄空甲摇出成皮，你若炒咧会不给我会欠他。一样，事实啊，无你甲炒看卖你甘蔗汁个叫我出来，倒落来看有免不给咩？拢无可能。迄叫做哪叫做色空无。所以今日迄个历史
时空不移当中，咱走到中国第一，迄种国语迄个叫中道第一。但是一定要经过文学在过来发，这就是讲啊，它的表象，它因为界象，指引就是界象，就是界象，是不是介绍？我这个手在2公斤，我这个手敢是2公斤，我这个手毋是2公斤啊，因为这个指引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山是山，水这个属的表象的实际。我即个甲你讲，即个物件，但即个物件到迄个，迄个点那个实相，真实实相。但是离我即个手去到迄支大叫做空相，空相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若要离开我即个手，你离开你若。直走，你如果直走文字，要去看到那个日光灯，是没有离开，无离开这个手要看2公斤，你绝对看不到，因为你这离我这个手，叫做直走文字。所以呢，不离开我们理查的文字，然后是我的若有经验，如来的说法，若有经验，如来的说法这是部分。假使有一个人，我如来的说法，这个人无了解我说。不能解说我是说你，因为这个人无了解我。因为讲你我是应机应众生的机，我今日心清认真正啊，我叫做观机度教。观机度教，看迄个机，我明显，你今日要讲这些，我其实在讲观这个机来讲这个东西，但我讲不了，我会我就。